台慶頒獎禮已經圓滿結束，獎項亦都塵埃落定啦。有人歡喜，有人愁，其實唔使愁啊 ，fans 們仍然會繼續支持你哋噶嘛。1、2 OK 嗎？係啊。虛擬係啊，你個其實可以。其實好感動㗎，因為我知道我啲 fans 一直以嚟都好支持我。咁今年其實佢哋不斷都好想我攞到呢個女角色獎嘅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因為我覺得我明年咧，我一定會繼續加油，而嚟緊嘅日子我一定會繼續加油。獎項呢個獎項喺 fans 俾我，好有意思。我係佢哋心目中嘅我最喜愛女角色啊！長虹潔淨，盡晒人氣，恭賀黎耀祥先生亮眼前10年。每年一度喺呢度聚會，其實真係好開心啊！嗱，即係唔使約啊嘛，係嘛？TVB 幫我哋約埋，咁啊大家一齊無論攞唔攞到獎，咁可以同大家見下面啦，其實好開心。